有一份世界竞争力的报告讲，台湾创业家的精神已经连续多年，在全球占前10名，创业风险是愈来愈轻升。要影响到我上会勇敢的他乡创业之路，我从小就当喜欢出甜点，再加上当喜欢交朋友，感觉开一间咖啡店，制作得交到同道的朋友。我是谢嘉玲，我想要开一间有特色的咖啡店，用制作得本，他生意来咖啡店的银行，放松心灵，享受悠闲的气氛。这里有很多我们同学一起做的模型，然后我现在要介绍的是我们台湾的景点之一——龙腾断桥。龙腾断桥又称糯米桥，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它叫糯米桥吗？那是因为它是以糯米砌砖制作而成的桥。其实呢，在还没看到龙腾断桥之前，我也不相信原来我们平常吃的食物可以制作成建筑的材料呢。不过它经过关刀山大地震以后，它就倒了，就剩下桥墩而已。两下大家看到的是台中青年高中观光事业科的同學，當地嘅演練觀光景點設計嘅考察，韓國也嘅啲嘅報告嘅同學，就係因廿八我去做職場體驗嘅主角，車家庭自家圖書去做實體模型嘅過程當中，其實對簡報內容嘅精彩豐富度是有動態嘅加分作用哦。我们做这些模型啊，然后其实跟网络上查的就不一样，因为像我们如果网络上查的话，想说看大意就好，就不会想说你要去深入的了解它。可是我们如果自己做模型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想要知道它的历史故事，然后就可以知道它的由来。小吃，然后这一只是我们台湾算是有名的小吃，可是它在外国人的眼中却是排行前10大恶心的食物。因为它是用血做成的，可是呢，它发展于最早的时候是在中国大陆南方农村，然后他们那时候因为鸡血不易敏捷，所以他们是用猪血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猪血糕。看起来嘉玲對傳統小食嘅調來味起來要也到，做清準備都當好哦。不過觀光嘅兩百做得講係包羅萬象，不少啲觀光課當中。除了了解景點、訓練口才以外，還愛學會哪道專業技能呢？我們觀光科其實包含的範圍很廣，所以我哋觀光科上學到的東西都多，像調飲料，然後還有煮咖啡，還有做房屋這些，全部都係讀觀光科的時陣學到的。然後還有折口布的時候，就可以折到很多很多的東西，就會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，而且每一種口布折出來可能一樣，可是折法卻都冇共用。做得啲觀光科嘅學習內容，有樣係當豐富當多樣，韓國每當實用又當神奇。唔過啲所有專業技能當中，稍有一堂課，嘉玲知道特別有興趣，因為也是和老記能擺職場的夢想有關哦。這個是飲調課，然後學煮咖啡，因為我很喜歡喝咖啡，啊，就可以學習很多不一樣的煮咖啡的方法。然後我其實還蠻喜歡虹吸式的，因為它就是你火點上，你就看到那個水慢慢的上升，然後你把火移開，然後它又會迅速的下降，我覺得很奇特。所以我為了想要開咖啡店，而且我想說，如果你在店裡，你像你四處玩啊，然後如果拍了一些照片還是什麼，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擺在店裡，然後和其他客人分享。然後他如果可能有些景點他沒去過，然後你介紹了，還是他們知道以後，他下次就會想要去這樣子。原來嘉玲想開嘅係一間做得同大家分享遊覽心情嘅咖啡館。而聽人講，夢想嘅設計
做到嘅可能性就會越高。故說佢連兩擺咖啡館安樣嘅裝潢，規模有幾大，就做清上好嘅哦。那你觉得你的店要开得多大？我觉得在巷子里面小小一间就好，就是可能你一两个人，然后就可以，就是可以开，就是你开可能做外场，然后你做内场，然后不用太多人，然后小小的一间，就里面放很多的卡通玩偶啊，还有一些卡通的什么漫画之类的啊，来喝个茶就可以看看漫画，玩玩玩具，拍拍照这样。其實昆定嘉玲做得認真嘅老同學討論嘅夢想，就已經係相當值得鼓勵嘅態度嘅。不過想要開一間成功嘅咖啡館，始終唔得太浪漫，而認真去執行。因為就統計，喺台灣10間新開嘅咖啡館，就有8間都唔夠營業哦。故所人家擺出特別安排嘅。做婚紗入樣式，轉行變做咖啡館頭家，爭滿1年嘅小醫生阿生哥來做職場牛耳。相信經過阿生哥嘅經驗分享，聽錯做得本家庭對創業呢件事情有更加多嘅了解。嘉玲，那你觉得当一个咖啡厅的老板，应该要做什么工作？应该是就是要研发菜单，然后做一些广告这样。对。那还有其他的吗？目前没有想到。对。没关系，那接下来这1-2天，我会让你知道说，当一个老板应该要做的什么事情，然后要怎么去做，怎么去完成。我感觉阿胜哥哦，佢虽然是老跳家，不过佢冇讲像有喺跳家，做喺喺跳家年喺行路，佢有跳家嘅班，啊，要讲你当做朋友安樣，冇喺距離感。嘉玲，你觉得当一家店的老板一早来的时候，要先做什么？要先开门，先开门，然后要打扫。嘿，然后那这个围裙先给你。那等一下的话，我们外面这边的扫地的区域就麻烦你。好，你可以大致上先看一下，就是地落叶，然后桌椅的话可能要稍微擦过。嘉玲學做咖啡館頭家，就會對變數環境開始了。你係咪係認識環境清潔嘅方式？行過唔好留到做頭家就唔是變數哦。對於個正創業嘅人來講，做得講開店嘅所有大細事情，都係自家落身來做。故所用心變數，咪就係對自家老人家嘅一份指引。我覺得打掃要注意的就是細節，因為有些人可能會看細節，可能桌上有一點點灰塵啊，還怎樣，他就會覺得好像心情不是很好。冇唔錯，但見獎勵唔單將老一間店嘅衛生形象有關，未影響人客嘅心情哦。故所肯定嘉玲按認真嘅表述，見啲順風點點看嘅阿生哥，一定會相當滿意。目前的话，扫的还算干净，只是你的速度可能要再快一点点。那你这样扫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我们这家店有什么样的特色？有提示嗎？动物？貓咪嗎？哎，对。那我们等一下的话，就是要换整理我们的猫室。对。就先到你来。因为猫是我们这家店的重点，然后猫室的话每天都要维持干净，因为有时候客人也会到里面去，然后猫的毛啊、饲料这些都是要去整理的，跟猫砂。嘉玲，你那个猫砂盆呢要先搬起来，不然的话它碰到水会湿掉。清猫的时候我会过敏，可是我没有想那么多。
那其实我也没有接触过猫，喂过猫，帮猫亲过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。而且其实如果真的可以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，而且如果是因为过敏一点点小事，然后就不去尝试的话，那我觉得会很可惜。看起来家庭嘅態度會做得到，學新嘅東西當認真，每當有好奇心，你就會一場新人應該要有嘅基本態度。不過想要照顧好你群點都行請受到歡迎嘅美味，係冇按改嘅哦。因為是一下冇注意，發條嘅美味就會本無限沏差。在哪边？楼上有一只，楼下有一只。哦，好。它在柜子里面。对。哦，真的很胖。对。抓好。我猜。哎，你真的很胖哎。猫咪力气也好先把它大。抱下去好。然后整个去，你要整个，要抱着它啦。掠鸟的时阵，给尾巴就缠在俺的身体上面，俺还会夹，因为有一只东西圆，就按用盘在你上面，东像傻。怎么了？对啊，可是里面只有8只猫，有一只在外面。在外面。对你可能要到外面去，要找一下。它叫内奖。要蹲下来看它在什么地方，然后要喊它，叫它的名字。内讲你在吗？就如果客人打开门的话，猫就跟着出来，然后就要赶快出来追猫、找猫。内甲。抓猫跟赶猫是员工训练最重要的一环。對呀，咋頭就睇嘅呢隻，阿生哥講安心啦，佢會自家做來。基本呢照顧店行請受歡迎嘅美味任務，就到也到尾結束了。因為生下來還有一件事係做唔得拖到嘅。好，那等一下的话就煮个面来吃，OK 哦。那你煮，对。稍微差一点。因为要让家庭可以知道一下，说我们的水果是自己去挑选的，然后自己选的应该会比较新鲜一点，然后可以顺便让他知道一下，说我们成本的差异性。然后像小番茄，我在挑的话，我会挑摸的感觉不要像这个这么软，你先拿来看，这是比较软。对。我这有分1粒20跟1粒12的，如果你会选择买哪一个？就看应该是12的吧，分数比较低，可是不知道它比较高。对，因为这样买水果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要先考虑到水果的新鲜度，再就是你要考虑到你店里面的成本。对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样会选择12的。对，那我们就去那边跳。冇唔錯，成本係頭家天初會考量到嘅重要因素，唔過又會顧到品質，就會出欠自家去採買了。買嘅水果轉到店鋪，阿生哥停定就入到做下無閒起來。唔過冇教夫家庭愛做乜嘅，呢個世界就有得會感激嘅。感觉自己一个人站在旁边，好像就是感觉好像不是很好，因为他们都在忙啊，我就一个人站在旁边，也不知道要干嘛，就感觉好像一个路人，就是在忙，我不好意思。
阿胜哥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等一下先站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等一下他们如果要摆盘的话，他们会跟你讲。他刚刚突然会跑来问我，对，然后这个感觉跟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有很明显的转变。对，一开始他的感觉可能比较冷一点点，对，比较不知道要讲什么。那既然他有开了这个口的话，那他可能在学习上会有，应该说已经跨出了第一步，所以再应该会越来越好，对。对，然后你听到的时候，比如说按一声的话，就是要送饮料；2声的话，就是在这边。OK。家庭主同志們，佢總算走得天數送傳一條路。行過啲職場當中，其實是願意開在門，就走得學到大多哦。应该是说让他去送餐的话，可以应该说先训练他跟不认识的客人先讲话，然后再来的话，让他的话可以多一点。譬如说，那询问客人说有没有一些空盘、空碗需要帮你做整理的，对，让他尽可能讲的话比较多一点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话太少。对。其實喺服務業當中，打特色特點確實係大問題，因為阿娘每半年下，吃到唔大親切。好彩家庭嘅服務係想認真要實忙，不過阿無限家間會要做唔好嘅蔬菜。这个时候没来嘛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再帮你送过去。你是坐哪一桌A3。A3，好好好。我去点餐的时候，因为其实之前第一次看那个菜单跟我原本看的菜单又不一样，然后我就没有注意到他那里还有一个点心类的，所以我就变成我漏点了。对，他就当下觉得蛮尴尬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帮你漏点了，不好意思。那这个帮你收走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我觉得家里应该要再多一点热情，可能还有点太害羞。对，那服务业来讲，可能给人家第一眼的印象很重要，可能就表情，对，要笑，哎，对，大概就这样，对。佢用笑面係前基本嘅態度，唔過想可以見咖啡館做咖啡嘅功力係一定重要嘅。故事生下來，阿勝哥就會家庭做一杯咖啡來試試看下了。那这个都会用吗？我会用，可是就是我很久没碰了，所以想要说看阿胜哥想做。好，那我们就做黑咖啡，好不好？冰的。然后我先做一杯给你，你再做一杯给我。阿胜哥很爱去煮咖啡的时阵，心情有一点的兴奋，因为不知道他跟福搞的煮法有相样无。福搞的煮法是应付考试的，阿胜哥煮的较仔细，所以煮出来的咖啡味道就差很多。就这样，然后换你。等一下，这样子的话，粉的话我会再多一点点。可是刚刚压不下去了。没有，因为刚刚是太多，按你这样放。这个要用掉一些。如果我的话，我会把它敲掉，敲掉哦。再用一次。对，因为粉在哪？敲的时候敲这边。他第一杯我会要求他再重新来一次，因为这样可以让家人知道说，因为现在不是在学校，那如果以后要开店当老板的话，你不可能像学校一样，就是做完了你就可以倒掉。因为你要送给客人，所以你的应该说他自己要坚持，就是他每一杯做个咖啡都是好喝的，才可以出给客人。其實也就係對品質嘅堅持，培養出年下，就會年補年接來。韓國家庭嗰一擺認真去看特色做咖啡嘅鋪頭過後，每總算完成呢佢自家親手調製嘅冰咖啡。不過口味來講，有乜嘅正差呢？我煮的咖啡和阿勝哥煮的咖啡，就係我煮的咖啡就澀澀聞起來又有那個膠的味道，然後阿勝哥煮的咖啡就會
回甘，然后又动向，所以我会多练习几次，就是才能煮出跟阿胜哥一样的味道。好，那这2天的话大概就差不多。那我们等一下的话就煮个面来吃 ，OK 吗？那你煮，对，我会在旁边教你，好吧？好，那你可以先选一下，你想要吃什么？最简单的是哪一个？啊，你先不用管那个，你就先看你想要吃什么。面对咸豐愛家庭煮意大利面，對佢來講壓啲食材動態哦。不過想要學又想食，佢就會偷一瓶自家好食嘅強醬漢嘅意大利面，你希望做得煮出好味是了。阿勝哥很愛去做下煮意大利面的時陣，我心情喺度歡喜，咩有一啲嘅緊張，因為和木卡煮嘅無共用。今麦嘅狀係我本人下色，所以就會想講有一點差錯，那要怎麼辦？一整個一起攪，会烫哦。烫的时候手要往后拉，因为火会从旁边这边上来。稍微差一点点。对，然后因为你要想到，你等一下是加的面。对，等一下，因为我们不会只喝这个汤汁，对，所以你加面之后，面会去吸收它的汤汁，所以现在的口味其实是刚好。我觉得家人他可能只是经验不够，因为一个女生到厨房，她比较不会去怕火。对，我看她拿锅子啊，然后铲子，她都还靠蛮近的，给我感觉算蛮大胆的一个人。对，这样卷着嘛，然后就往这边放下来，所有东西都下来，下来这边一样要再卷，卷完之后把整个立起来，好，一样要再卷，你再卷再动，对。我在卷意大利面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点怕失败，可是卷成功以后，觉得其实还不错，而且卷完以后发现那样很漂亮，而且成功的感觉很好。確實，學習過後嘅成就感，就做得大部分人繼續對待夢想行過去嘅動力。行過也2年，啲阿勝哥帶定佢強下來做，相信家裡會對可以跟家比幹嘅夢想有很開實際嘅體會嘅哦。嘉玲，這2天相信你也應該知道，當一家店的老闆，必須什麼都要會，然後你什麼都要做。開一家店並不是像你想的這麼的簡單啊。你之後開店當老闆的話，你應該自己就知道說，什麼事情你可以自己來，或者是說有哪一些事情你沒有辦法自己來的，但是你也要逼着你自己要去會做。這是我給你的一點建議，然後希望你可以完成你的夢想。一開始還忙落嘅時陣，我想講學嘅可能學教學嘅差唔多，還有調價唔知要當難相處無。不過後來家己點嘅時陣，我才發現調價阿勝哥人要當親切，唔會講佢喺調價就結伊咧調價嘅班，所以我以後開家己點要上愛做伊咧講阿勝哥強用嘅調價。按自說阿勝哥也2年咧照顧，我會更加努力做伊咧講阿勝哥強用嘅調價。